講極都冇人好相信我哋係冇錢冇 investment 入嚟嘅。佢就哇，以你呢個咁嘅性格做啊，你永遠都做唔到老闆㗎，因為做老闆要堅要狠，你呢啲啊真係倒晒公司咪都做唔到老闆啦。我哋公司咧就係去搜羅一啲亞洲電影啦、電視節目，然後咧就俾航空公司去播。其實喺我創業頭嗰2年咧，生意真係好好，成個航空業好興旺。基本上我哋真係坐喺度咧，驕傲少少啦，啲生意係對住你嚟嘅。我其實係一個打工嘅人，我真係對做生意一竅不通。我發行咗270部電影，7年裏邊270部，咁即係話咧，每一年咧，我哋中日韓、新加坡啊嗰啲咧，1年38部，即係平均每一個月3部。有一次神就感動我，睇完一部基督教電影之後要發行，我去揾咗一間本地嘅航空公司啦，真係將呢個福音電影放咗喺公司裏邊。點知神有一日就話，你將呢個福音電影發行俾一間中東航空公司。中東冇玩啊，咁你叫我做我都做啦。佢又中咗，即係話佢又會選中呢個電影。其實呢2個故事我真係降服啦。Covid 嘅期間啊，真係冇生意，但係成手都係電影，輸嘅又輸過啦，入血嘅又入血過啦。啲 agents 咧，佢哋已經收咗航空公司嘅錢㗎啦。咁佢 suppose 咧係要找俾我哋呢啲發行商嘅，但係佢冇啦。然後 cap 咗水之後就申請破產。我真係又為呢件事喊過，因為賺就賺得難，但係輸就輸得快。咁嗰時佢哋唔俾嗰個錢，到今日我都收唔翻，好痛嘅經歷。我有公義樹嘅弟兄姊妹陪我一齊過，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大嘅祝福啦。將我嘅故事分享俾其他人，但喺第2日開始，我就真係要面對翻奶奶有 cancer 啦，住嗰個單位業主要逼遷啦，我連生意都冇，好淡薄，係好痛苦嘅。係神喺我移民去英國之前嗰幾個禮拜俾咗好多嘅訂單我，大部分都唔係一啲大嘅航空公司，諗都冇諗到呢個航空公司會要東南亞電影，而且唔係一單，仲要係一紮。好多人咧真係會問我哋，喂 Grace， 話俾我哋聽，你個投資金主係邊個？咁大嘅風浪，如果冇水喉嘅話，係冇可能生存嘅。咁但係我真係好坦白話俾大家聽，我嘅水喉咧就係上邊。